你有冇聽過古代打仗嘅秘密武器奇門遁甲？傳說這個招數比諸葛亮嘅錦囊還神奇。從黃帝大戰到現代占卜愛情、工作、失物、揾鎖匙，唔用生辰八字，靠時間加方位就能開掛。3分鐘帶你搞懂這神秘術數嘅千年套路。故事得從5000年前講起，黃帝大戰，被迷霧陣困到懷疑人生。這時，女神九天玄女帶着3本天書空降戰場，其中奇門遁甲藏着1080局陣法，靠天干地支、九宮八卦算準時間方位，直接破局反殺。從此，這個技能成了帝王專屬，張良、諸葛亮都係傳說級玩家。注意，《三國演義》裏諸葛亮借東風擺八卦陣，其實都係奇門遁甲嘅騷操作。但唔好被小說呃咗，歷史中打仗靠嘅係腦，唔係玄學。至於詩千里白，歷史講佢學過2招，但人哋主要係喝酒寫詩，唔好太認真下。到咗現代，奇門遁甲早就走下神壇變生活外掛，唔用八字，只要當下時間加方位就能開掛算。想告白，排個盤睇桃花位在東南還是西北。約咖啡廳坐對位置，直接加20%成功率。鎖匙唔見咗，盤上顯示坎宮代表北方，去廚房水槽邊揾下。面試着咩色衫？東方屬木選綠色，西方屬金戴金屬手錶，心裏都自信滿滿。就連商業大佬傾合作，選辦公室座位都有人偷偷用這招，信不信由你講到底。奇門遁甲就像古人開發的時空大數據模型，將天文地理變成人生攻略。唔理你覺得佢係玄學還係心理學，能流傳3000年，總有佢嘅道理。下次迷路或選擇困難，不妨試試這招中華老祖宗嘅智慧外掛。